光碟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人家新的多漂亮啊！那怎么左边的会变这样呢？要是泡到水，泡到水又没有保护好。泡到水有没有保护好？那这一层薄薄的那个，可以让雷射头雷射头那个雕刻还是什么读写，这一层你看这么薄，还没有试过，没有放到电脑里面试过，到底还能不能用？竟然啊，那可能是泡过水的，然后用晒太阳还是什么，天气太热高温还是什么，久了就变这个样子了，褪色了。人家好的多漂亮啊，要放在纸做的那个小袋子里面，人家还很清楚。